再来看中共投资成立台湾智慧电能公司的总经理陈一玲，因为之前伫公部门涉收乌钱，嘛已经互解聘了。中共工会早起是搁去总部抗议，伊是质疑讲中共配合中央风电能源的政策，本业已经了真侪钱了，又搁开大钱来投资。工会嘛质疑讲台积电的治理是乌想，要求爱彻底来调查，嘛要求讲爱退出台积电的经营。 中钢不当约大头，退出台积电。工会成员这日廿8日组织伫中共的总部进行抗议，都惊中共去年10月因为经济部要求投资成立的台积电，会甲过去同款配合风电国产化，专投资兴达海基，刷赔64亿，真假力。不适合投资，中钢不熟悉，风险过大为由。为什么去年的时候突然态度大转变，由中钢来发起成立？ 这是让人有疑窦的地方啦，说实在是让人有疑窦的地方啦。那第二个，经济部主导中钢来做了一些投资案哦，中钢都是以惨败收场。工会今年1月就要上北进行抗议，这个台积电计划统一买25年，逐年40亿度，总额有5500亿的绿电，恐惊是拢填到海。即马又搁逼出台积电总经理陈玉玲担任经济部立推中心副执行长的时，涉嫌收乌西。虽然台积电赶紧改洗头路，有关互工会袂安心。钢铁产业整体的景气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中钢员工的产销奖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拿到了，所以对于大家的年收入来说是下降的。那当然，我们都希望中钢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可以谨慎投资。工会这期钢铁业已经真凄惨，互中共了解系列的，佮加上台积电成立佮营运拢无透明，个然涉及备案等等的问题，呼吁中共退出台积电，并且交陈情书互南北两党，抑有中共的独立党书。 都是泛公股的事业，但是呢，就是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搞得我们的台电，搞得我们的中钢，到目前为止都已经不是我们的模范事业。面对这期中共回应，敢若持股12.5%，无主导台积电，投资是影响公司绿电来源多元化政策，要为绿色转型提供长期稳定的绿电来源甲减碳效益。也拿台积电买电卖电的合约，都由外部的律师甲会计师来审看，已经建议台积电启动外部的科学签书，对内部的作业进行检视，确保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